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25到31节。邀请大家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上面那个颜色，我们读下面那个颜色。OK， 好，预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好，预备好要走了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。但是那为助者，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给你们的，跟世人所给的不同。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也不要害怕。你们听见我说过，我去了，但是还要回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去而欢喜，因为他比我大。我在这些事发生以前，先告诉你们，为要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相信。我现在不能再和你们多讲，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就要来了，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。我们一起来说，但为了要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，所以我遵行他所命令的一切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刚刚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，说到约翰福音的这个我是谁？主耶稣，对吗？耶稣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要走去哪？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还有这个题目其实原来是这个游牧师要讲的。后来我们两个因为服事都是很多的重叠，然后换了这个时间，就变成我要来讲这个经文。我要来讲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这个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好像有一种牧者团队要留下平安给大家的感觉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只有耶稣能够留下平安给所有人。你有没有一种经验，就是去到一个地方，不小心手轻轻的挥过去，东西都倒掉了？在这个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在一个牧师他的文章里面看见一个这样的描述。我为这个世代的亲子真的是恳求主，让我们有从神来的爱跟教导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活出他的心意。他在上面写说，我曾经在一个商店里面看到一个孩子，他就是伸手就碰倒了一堆保养品，就倒在地上，就长得像这个图一样。然后这个孩子倒掉之后，把这些东西都推倒之后，他有什么反应？好，这时候就要来那个，如果是周六礼拜就会放音乐，然后会有选择题。好，1号，你会哭的选1号 ，OK。会跑掉的选2号 ，OK。好，还记得吗？1号是什么？好，第2号是什么？好，3号，好，空格让大家自己选 ，OK。好，选好了吗？你会选1号的举手。哭 ，OK， 好。除了哭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？捡起来 ，OK。然后最长的刚刚讲，找服务人员这个果然是处女长老 ，OK。好，选2号的有没有？你会跑掉的举手一下。没有人举手 ，OK。3号填空，有没有人有创意的答案呢？先叫医生哦。这样子吗？还是有别的那个语助词？年纪比较大，可能语助词就不一样。OK， 然后找服务人员，然后就
就来处理这件事，对吗？全买哦，哇塞哦，太棒太棒！那个欢迎来那个来推导一下。好，这个孩子他当下应该要怎么反应呢？有人说他应该要道歉，是吗？因为他不小心推倒，或者是有意推倒，不管哪一个，他应该要重新把它摆好。但是摆好，刚刚其实就有讲到，其实摆好是要有能力的。如果你只想摆好，但你不知道怎么摆好，哦，你也摆不好，不好意思。他应该要清理，因为可能东西倒掉的时候会打到别的东西，是吗？可能那个玻璃会有裂痕，或是地上的瓷砖会裂掉，哦，或者是旁边刚好有人经过就被砸到。他应该要怎样改正？他应该不要东摸西摸，过去的时候手就滑一下这样。最近因为要去那个青埔，所以就是我们几个好朋友呢就一起买了一台车，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天哪，那台车竟然有一条长长的刮痕。然后我还很生气的跟我朋友说，一定是你，因为你开车都不看旁边，所以去刮到这样子。后来终于那个里程数到的时候，我们去保养，就保养的师傅就说，这个车一看就是有人刮的，而且那个人就是这样刮的。然后我就立马跟我的朋友道歉，我错怪他了，原来是别人刮的。遇到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会怎么面对？你会装没事吗？刚刚说的是一个保养的这个食品，然后被保健的食品被推倒，然后这些孩子这个孩子要有一些反应。然后在信仰上，我们会不会装没事？在信仰上，我们会不会假装我们认罪悔改？或是我们只是用不好意思、抱歉这种不痛不痒的态度，没有去真正看见自己在信仰里面的问题，或者是我们在信仰里面走，我们成为彼此的同工，但是当我们做一些事的时候，我其实并不知道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甚至我造成这些影响之后，我不复原它，我不改正它，然后装没事，然后装没事到最后会发生一件事情。就是我们会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，假装我没有感觉，假装我不会觉得怎样，假装这些事没有发生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失去信任，我们就开始失去托付，我们就开始失去原来的关系，甚至我们开始失去起初的爱。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迦南教会出身的会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，不是第一次来，我其实小时候就有来过。我第一次开始在教会聚会是2003年，所以距今有多久？20年。对，有人以为我是出生就在这，没有啦。我高一的时候来，而且那时候我超级不想来的，因为我的朋友都在前一个教会。然后我来的时候，我妈说，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，就是要来迦南教会。我领受的感动就是，你来迦南教会，你会被上帝大大赐福。然后 ，OK， 10年后，2013年，领受呼召，开始当青年干事，在迦南教会。我昨天还问那个青年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我不是迦南教会的第一个青年干事。”我是第4个青年干事，我后面还有人，好祷告，后面还有人。2013年我领受的呼召，领受什么呼召？哈巴谷书的呼召。如果你看过哈巴谷书，我用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写的后，他说哈巴谷书是圣经全书的第35本书，是先知哈巴谷所写的预言书。哈巴谷在哈巴谷书里面记录与神讨论他内心的疑惑，也就是他在跟上帝讲，你让我领受这些事情，
竟然还要我喜乐，你在整笑吗？因为哈巴谷在面对一个需要即将发生公义的审判的场景。然后这段经文非常有名的，有很多人都听过。他说：“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葡萄树也没有葡萄，橄榄树不结橄榄，田地不产五谷。即使羊群死光，牛棚里没有牛，我仍然要因上主欢喜。”于是我就去找了迦南教会以前的直播，然后里面林宏信老师的分享里面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这样讲后，没什么尴尬啦。但是如果这样讲，大家就会有感觉。OK。”好，即使无花果树不结果子，就是台湾开始遇到干旱 ，OK， 股票呢从1万多点，然后跌到9000点，好听起来好恐怖哦 ，OK， 然后呢，那个台湾开始面对各式各样的攻击，不管是军事、武力、经济 ，OK， 好，再讲比较现实一点啊。如果有人一对夫妻，他要结婚，他生不出孩子，他很想生，他生不出孩子，很努力，一直预备考试，怎么考都考不好，我仍然要因上主欢喜。大家，我们欢喜得起来吗？今天是代降节第3主日，要宣布喜乐，但是我们欢喜得起来吗？如果这是我们真实遇见的生活现实跟困境，我们开心的起来吗？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候，先知哈巴谷被上帝呼召，他被上帝呼召，在信仰里面开始看见上帝即将要做的工作，以及上帝要带领他，告诉他说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你有平安。因为他领受负担。什么样的负担？他看见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。其实我当时看见的环境出现的问题是，下一代需要被兴起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只是看见这个问题，我们没有去回应这个问题，我们没有去跟这个问题对话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成为一个批评者，站在我们自我中心的立场，开始讲说：哦，教会怎么这样？牧师怎么这样？长老怎么这样？这个椅子怎么摆这样？还放橘色的，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批评者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事，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让别人来承担。然后在这个呼召里面，先知就是这样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你看到这个环境了吗？我要你去做什么事？可能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，譬如说，有些先知他要这样祷几年，他要那样祷几年，为了要演出上帝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上帝你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说：哎呀，我跟你讲，祷告要找牧师祷告。”这个事情要找谁谁谁，这个事情要找谁谁谁，这个事情要找谁谁谁，都不是找你自己。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论断者，因为我们看见答案，可是我们跟那答案没有关系，我们甚至不在那个环境里面，然后就失去了改正的机会。失去了更新的机会，失去了道歉的机会，复原的机会，清理的机会，赔偿的机会。而哈巴谷先知在那一场跟上帝对话的过程中，他领受呼召，就是要起来成为一个跟随者。我非常谢谢当时的刘英燕传道，还有当时的郑正仁牧师。2013年，为了要去读神学院，前1年先成为青年干事，为的是要熟悉、了解，你要回应服事，你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
你知道你适合吗？刚刚叶牧师讲的，你可能很想要做这件事情，但你现在的体质不适合，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不适合，你现在的生命不适合。神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，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那个就是你的呼召。所以哈巴谷领受了这个呼召，他要成为宣讲的人，他要成为那个在一切看起来很混乱黑暗当中，那个为主，不是为主，应该说跟随主的人。10年后很快就过去了哦，非常快。那天在想的时候，觉得有好多的恩典，在这10年当中，接续的，读神学院跟游牧师、刘牧师一起成为牧者团队，被接纳，同时也彼此接纳，然后也一起接收了这个牧者团队不是人的通知。很谢谢我们教会青年，真的很有才华，图每一个都他自己画的，然后他愿意让我 po 在上面。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开始之后，大家的感受是什么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想今天我们要有平安的第一件事情是，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的信仰跟生活中装没事。同样，身为牧者也是，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过程中我很错愕，我的朋友问我，牧师朋友问我，一般朋友问我，大学同学问我，你不是这个教会培养的吗？怎么会不是人？我其实就是有跟他说我很错愕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这一题好难哦，这一题或许没有要讲什么答案。然后，当我们领受这个通知之后，不到10天，早上5点半，世谦牧师是一个很喜欢睡觉的人，而且我可以睡很久。我应该是我们家族里面排行3名可以睡比较久时间的人，他们都不会叫我。可是那天早上5点半，突然醒来，醒来之后开始好像哈巴谷跟上帝之间的祷告，他开始跟我说话，跟我们说话。说什么话？说这一段话。我刚刚有说，其实原来是游牧师要讲这篇道，他连回应诗歌都选好，但是后来圣灵的带领跟安排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”就在那个祷告当中，原来的错愕，原来的不明白，还是不明白，但是心境不一样了，因为就在那个祷告里面非常清楚领受要使人得平安的吩咐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环境开始变动的时候，你是那个给人平安的人吗？你是那个领受平安的人吗？如果没有先领受从耶稣来的平安，你其实给不出去的。还是我们其实是常常造成不安的那个人？求圣灵指教我们，修剪我们，成为能结果子的枝子。但是什么是平安？没有多久，应该是前面几天或后面几天，牧者团队领受了一段经文。领受了这一段经文之后，游牧师这几次常用他自己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。今天是黄牧师在讲这件事情，他领受这个原来他真的不会太愿意去做的事情，但是圣灵就是这样带领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：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
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应该是和合本。恩膏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圣灵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，我们不会明白的啦。因为只有圣灵教导我们，我们才会知道那真的是什么，假的是什么。我们要按这个圣灵的感动跟教训，要住在哪里？主里面，就是刚刚说的，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什么是神所赐的平安，我们才会知道如何活出属于神的平安。特别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。”我告诉你们什么话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神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最记得的，从小到大，箴言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谁出发？由心出发。另外一个版本说，你要谨慎啊，因为你心里所想的，如果你没有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你活出来的或许就已经偏离了。而耶稣说：“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就讲这些话。”他在讲什么？因为他即将再接下来，他就要上十字架了。他即将要去付代价了。弟兄姐妹，2024的1月是什么？迦南教会长什么样子？你的信仰境况如何？你的家庭生活在什么样的模式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期许盼望吗？所有的人都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，所以耶稣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其实门徒跟我们一样啊，似懂非懂。他们知道耶稣要去，要成为君王，什么样的君王不知道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要经历的是身心灵全面性的挑战。不管你今天几岁，你有什么样的工作，你有什么样的资源，有什么样的背景，即将要经历的，如果前提，如果你要跟随耶稣的话，这个挑战绝对会出现，因为你要跟耶稣嘛。所以耶稣要去钉十字架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在4福音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看到犹大出卖耶稣，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全部四散逃窜。所以刚刚举2号的没有人举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门徒，是吗？甚至原来信心很丰满的那位彼得，现实很骨感的3次不认主。然后所有人聚在一块，把门关上，心情上软弱惧怕，不知道耶稣说的那个天国国度怎么会长这样？如果你知道弥赛亚是一个婴儿，甚至要你喂奶换尿布，然后在一个如果刚好其实耶稣生的时候不是冬天，是夏天。如果刚好遇到像我们今天的寒流，耶稣会先冷死，大家知道吗？你说这样的人是救主，开玩笑，这是什么信仰？也就是说，原来对于信仰，我们如果用人的方式来想象，其实就像刘牧师常讲的，我们没有开窍。我们总是想要人的方式去解决那个只有上帝能够解决的事，或者是去理解上帝要说的事，但其实我们只能透过他的启示来认识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最近一直在讲，其实不是一直最近，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。这其实是神学的概念，叫做方向比速度重要。叫做方向比速度重要，
因为今天的经文是一个方向的教导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过去的，但是其实从耶稣他说的话，他做的事，我们会发现他是从那边这样过来的。哪里？那边哪里？未来。可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啊，我们充满了疑惑啊。当然，我们充满了疑惑，所以我们会需要平安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上找平安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自己的作为里面来经历平安，因为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，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。所以门徒其实他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。耶稣说他要去，我们要去那里，那里有平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那个平安是什么？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？是患难中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？那个平安长什么样子？如果我要跟一个刚来教会的人介绍什么是平安的时候，我要说什么？多马第一个问题就先问了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哦。我们都知道主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到这个多马，但是我很欣赏他，因为这个世代就是一个非常讲求接地气的世代，所有的信仰都要能够被放在台面上看见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，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你那里，你说的那条路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那个就是路呢？我怎么知道你要给我的平安？我今天走中华路有平安，走民权路有平安，还是中正路有平安，还是我要空降才有平安？就耶稣回答什么？我们很常读这段经文，其实它的前提是这个，所以看经文一定要看上下文，不能只看那句。是因为门徒们不知道，所以耶稣他讲这做什么？他讲，让我们知道他在示范那条道路长什么样子，他在示范什么是真理，他透过他的生命，让人认识天父的心意。所以他上十字架，这是基督徒的信仰，这是一个从他来牺牲的爱，因着他的牺牲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，我们才有平安。不然任何人都一样，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平安。接着另外一个门徒问啦，腓力就问耶稣啦，因为刚刚说如果我们认识耶稣，我们就会认识父亲，就会认识这位天父，我们已经看见他了。在当时如果真的可以看见上帝，那就是极高的荣耀，连摩西都没有看过。腓力就问啊，主啊，那你就把这个天父显示给我们看，我们就满足了，就经历到那个荣耀的最高殿堂，我就满足了。然而耶稣回答说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难道你们还不认识吗？你们看见了我，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亲啊，为什么你还说把父亲显示给我们看呢？很多的基督徒会信主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身边有很像耶稣的人，是因为他身边有很像耶稣的作为的人。耶稣的作为是什么？其实在约翰福音的前面有一直讲哦，就是很多个神迹奇事，使水变成酒，然后医治，甚至到了这个神迹的高潮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也就是透过看得见的人，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显示出来。透过耶稣，我们看见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。结果我们看见的是，他是一位上十字架的上帝，是一位为人牺牲的上帝，是一位一定会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做成他自己工作的上帝。会不会你的生命中也会这样？神透过一些方式，你当时觉得怎么这么不舒服，然后我一开始在新年的时候，常常跟当时的传道说，我说哦，顺服就是不舒服啦。如果顺服会舒服，就不用顺服了。然后接下来
又有一个不是加略人犹大，就是不是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，就是他另外一个这个门徒叫犹大。他说：“主啊，那为什么只跟我们讲？你不是说神爱世人吗？你怎么不告诉他们？只告诉今天在这里的人？怎么只告诉现在在听这篇讲道的可能线上的人？为什么你只向我们显明你的爱、你的救恩，不是向所有的人呢？就像很多人说，我的家人没有信主，我的朋友没有信主，我的邻居没有信主。对啊，有些人就会疑惑，为什么只向我们说，他们不知道呢？其实有一个这个关键，耶稣回答什么？耶稣说：“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的父亲必定爱他，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”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因为上面有说，耶稣回答了你的疑惑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真理就是一个框架，一个真理就是一个样子，只要符合它就是真理。可是其实真理是在关系当中才发生的，真理在一个正确的关系，在一个属于神里面的关系里面才发生的。如果我们只是以为自己是真理，那我们非常有可能是歪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会看见很多耶稣跟门徒的对话，透过门徒心里面真实对信仰的疑问。所以真的不要怕你的问题神没有办法回答，他很想回答你，只是可能你不敢问。就像刚刚说的，万一他给你看到的是战车怎么办？万一他给你看到的那条路，我昨天在周六礼拜说，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到火车站都觉得非常的顺利，就是一个日常。但如果从这里走到那里，这条路叫加萨走廊，你敢走吗？加萨走廊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现在大家应该在协调，整条都被炸毁。如果这是你要走的路，你敢走吗？如果这是耶稣说你接下来要走的路，你敢走吗？你会有平安吗？所以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们不可能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找到平安。然而主耶稣的心意是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，而且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就先讲了。他来到世上，就像这个节期一直在讲的，跟门徒聚集在一起。后来他上十字架，死里复活，升天之后，他说：“我要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等你们来与我同住。”他还说他会再来。也就是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从现在的眼光，我们一定是超级莫名其妙。但如果我们看过整个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真是很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有福音书信可以看。耶稣是从未来向现在的门徒说话，耶稣是从未来向现在的门徒说话。如果有一个人他竟然可以从你的未来向你说话，你会不会有平安？我想这是肯定的答案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哦。为什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？因为耶稣看不到，你现在看得到耶稣吗？但是透过差派圣灵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成为我们的导师，成为我们的劝慰者，成为我们的慰助师。什么意思？他会安慰、劝勉、造就我们。他会安慰我们，他会劝勉我们，他会造就我们。然后我们就在这当中与神同在。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。这已经在讲神学了。所以当门徒跟耶稣对话的时候，他拉出了一个对话的空间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很难改变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空间改变。我们不给自己空间，不给圣灵在我们生命工作的空间。
我们不听圣灵的话语，我们不做圣灵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没有空间。然而耶稣在讲他要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其实是从未来在告诉我们要预备现在。我这2-3年超常跟青年牧区的青年说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建造10年后的教会。你对10年后的教会你可以想象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是想象不出来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用10年前来看现在的科技，我们也想不到现在的科技是这样发展。然而神的心意却是让我们可以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现在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常办告别式，告别式的时候都会说这个里奥提定高萨给，就是日后我们在天上再相见。然后会说他不是死了，他是睡了，他在主的里面永远活着，对吗？我们会说这个以后我们会再相见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未来，他的未来是知道的，而且那个未来在耶稣的手中。所以我们不是应该说，我想面对死亡都会有害怕。然而我们不害怕死亡的唯一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睡了，不是死了。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然而基督徒的盼望是从未来预备现在，未来的教会现在就开始预备，未来的生活现在就开始预备，未来的退休金现在就开始存，对吗？未来的学校现在就要认真读书，未来的工作现在就要预备自己，未来要瘦，现在就要少吃。所以我们蛮有平安啊。天父要差遣圣灵指示我们这一切，这是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请。但是那为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，真的会忘记。然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圣灵会让我们记起，我们领受那从上帝话语来的应许。这是耶稣要走之前，他给门徒的一个应许。圣灵要提醒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”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。你们心里不要愁烦，也不要害怕。你们听见我说过，我去了，但是还要回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去而欢喜，因为他比我大。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”什么是平安？旧约说的平安是 shalom 这个平安。如果我们用现在可能比较接近可以懂一点的方式，就是你与整个世界，包含你自己，包含上帝，能够自在和谐，能够在那个里面同在。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有一些人你可能是没办法跟他同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很自在的，甚至那个人是你自己。所以有些人他没有办法睡着，所以有些人他很多自己负面的声音，所以很多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我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很多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然而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”这个是跟世人不一样的，而这样的平安会因着我们知道耶稣他即将要去做的事情，我们会因着这件事而欢喜。他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会因着我回到父亲那里去而欢喜。”他在说他即将升天。
而这群门徒领受之后，要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我现在不能再和你们多讲，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就要来了。但是他对我是无能为力的。但为了世人知道我爱我的父亲，所以我遵行他所命令的一切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所以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是要走向他的十字架，是要去面对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装没事的十字架，是要去透过十字架的大能，透过十字架的献上，让我们的生命领受真实的平安。英文的版本我非常的喜欢，他说 ：“Rise, let us be on our way。”也就是我们起来走吧，不只是一个行动，是一条知道路径的路。你知道怎么走的？谁告诉你怎么走？圣灵。圣灵告诉你，在你的病痛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，他带你走这条路。圣灵告诉你，像牧者团队即将要去开拓，他告诉我们这每一条路怎么走。你们知道青埔现在1到5是什么样的光景吗？你们知道6日青埔是什么样的样子吗？6日的青埔是塞车塞到一个不行，所有的人都要去那里玩。然而1到5就是一个通勤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做了这个，也没有田野调查啦，网络调查。在青埔这个地方，最多就2个族群，一个是亲子家庭，年轻的亲子家庭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你看我上面放英文就知道，就是很多外国人。所以大家开始学英文，我要开始学英文，给自己一个挑战。神的平安很难用1、2句话就带过，然而这个平安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挂念和依靠的。马丁路德说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你心里挂念依靠什么，他就是你的上帝。如果你的上帝是上帝，你就会有平安；如果你的上帝是别的 ，OK， 那你可能会因此而不安。如果他会变动的话，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第3主日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宣布喜乐。在牧羊人当中，他们领受了这些一般人。上次有说，牧羊人其实就是当时的一般人。特别是他们可能是这个比较边缘的一群人，他们不像其他人有可以routine 去可以每一个礼拜去见上帝、去敬拜神，他们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机会。他们是当时生活里面的一群边缘人或是弱势者，然而神却借着他们，让他们看见那个光亮起来了，让他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诞生在世上。从他们开始，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开始领受这个喜乐。所以在这个代降节期的第3主日，也是世谦牧师在这里，本堂青年牧师来讲道的最后一次。我相信我们要领受的平安，世人不能给。而这样的平安，透过每一个愿意去寻求神、愿意去跟随神的人，那个可能就是你的呼召。哈巴谷书在刚刚说：“我仍然要因上主欢喜，因上帝我的救主快乐”的时候，最后一节他说：“至高的上主赐给我力量，他使我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健。
他使我在高山上安稳行走。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在未来，然而圣灵的指示让我们开始预备现在。我不知道你的未来，但是神知道。然后我们领受之后，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那我们就要起来走，因为我们没有走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到那个未来。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现在有些人在面对他很想要装没事的那个部分，可能是你哪里不舒服，想说啊没事啊，不要拖，要赶快面对。有人在关系上很不舒服，不要拖，按着神的时间来面对，因为他赏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。他要我们在每一个日子中都在他的平安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之前，他用约翰福音14章讲了这段话。他说：“天父差遣圣灵要指示一切，为什么需要指示一切？因为他即将要行动之后，门徒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他说：“耶稣留下平安，要使人喜乐。”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能会开始遇到让我们非常不喜乐、没有办法喜乐起来的事，或者是觉得我没有平安，我好难有平安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他要门徒们遵守命令，要起来行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起走，走向哪里？走向耶稣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。他走什么路，我们就走什么路。可能是充满挑战的路，可能是需要牺牲奉献的路，但是一定不是装没事的那条路。所以他要给我们平安，他差遣圣灵，所以他要我们起来行动。这是我们会平安的原因。平安
起来领受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以永恒的慈爱、完全的公义、全能的掌权，使我们认识你的伟大。然而，你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我们经历那无条件为我们牺牲，将自己放到最小，为的是每一个人可以得着这福音的盼望。又借着圣灵的感动，启示我们，使我们有从你来的勇气，走向你为我们预备那应许的未来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主，谢谢你在这个代降节第3主日，向我们宣布我们能够喜乐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的平安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再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盼望、满有平安、满有能力的神。阿们吗？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你里面哪有平安？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，涌出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，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不属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我宣告在我里面有口水涌流满有能力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一次来宣告说：有耶稣在我里面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再一次来。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拍手将荣耀归我。哈利路亚。跟你的旁边说，有耶稣与你同在，你就不用惧怕。有耶稣与你同在，就不用惧怕。请坐，请坐。我们默祷。